大台南凌霄保健武隆宫今年的中原普渡消灾祈福法会伫咧14日登场。今年总共有1202组普渡贡品参与，其中有972组将捐赠予大台南地区的家守家庭，展现宗教信仰甲公益结合力量。主委王大明表示，这不仅是信众虔诚的祈福仪式，更是对着社会关怀具体实践。本宫啊，拢照往例，每一年啊固定农历的7月23日中昼1点进行开香。今年由咱这个林进生潘大道长来主导中原普渡的科仪当然即摆咱庙园的香客如意增多，所以今仔日的贡品比旧年加要几百块多的。当然咱遮有看到的即个普渡祭品加旧年加要200几份出来这就是每一位信众共同来即个发心的，凭着人之子虚、人逆己逆的精神呢，所以这贡品多数拢是送予弱势团体当然这我相信每一年伫咱庙园进行普渡，足侪信众会拢来参与伫遮祈求所有的信众会当人得到中元宫的佑助，每一位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快乐。王大明回忆，自91年担任武隆宫董事长，便开始将中原普渡贡品制作弱势家庭。尤其伫109年的新冠疫情期间，百业萧条一切，庙方更积极发起信众，将中原普渡贡品捐赠予中家受力户，互生命成为民众精神倚靠的同时，嘛当实际为弱势提供关怀。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